水滚下蛤蜊，壳一开马上捞起，接着主角龙虾准备下锅。龙虾呢，都是我们用真正的龙虾，我们是用那个青壳龙虾，一般又用波士顿龙虾，但是波士顿龙虾不好吃，所以一定要青壳龙虾，它有汤膏跟那个鲜甜味，就是说很新鲜的虾肉，然后直接再下去熬煮。以炭烤海鲜闻名的府城烧烤家，因为用料新鲜、口味独特，获消费大众喜爱。尤其这家店就开在成功大学附近，所以不少成大教授也都是这家店的常客。老板蔡玉玲某次与成大教授友人聊起18世纪的龙虾太泛滥，甚至给当时的罪犯当食物都被嫌，于是灵机一动，幽默推出龙虾囚犯汤。美国18世纪因为那些犯人都在吃龙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比较不人道，都是给穷人吃。后来穷人吃到不吃之后呢，我们就是给犯人吃，所以犯人呢1个礼拜吃7天，吃到都被家属去抗议说你们这样违反人道。因为早期在美国的监狱的时候，18世纪龙虾是连穷人都不吃的，包括蛤蜊。所以我们后来有突发奇想，想哇，现在龙虾那么好，然后我们就把龙虾跟蛤蜊做在一起，叫做龙虾囚犯汤这样子。囚犯汤的食材包含龙虾、蛤蜊以及豆腐，再加进日本味噌调味，口味鲜甜又营养。不少尝过滋味的消费者都开玩笑说，甘愿当犯人，天天吃龙虾。它的味道还蛮清甜的，就是很新鲜的感觉。刚好里面的料呢都是我喜欢的。本来听到这个名字我不想吃的，可是我喝了一口，觉得真的是对，跟姐妹约在这里呢，突然觉得有龙虾，有蛤蟆，有豆腐，真的非常的美味。龙虾跟那个蛤蜊去熬出来汤，然后再加上豆腐，还有味噌，然后我们味噌是特别去用日本味噌，因为它甘甜，然后又不死咸，它味道煮起来是非常的甜这样子。然后现在有很多网友就戏称说，那你就用龙虾来惩罚我吧，因为到现在龙虾是高级品，对，而且烧烤家采用的是青壳龙虾，是真正的龙虾。一般的外面的龙虾都是北美大鳌虾，那个叫波士顿龙虾，其实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。其实真正的龙虾要像那种青壳龙虾，还是正宗的龙虾。老板蔡玉玲过去曾在成大攻读博班，他将知识化成力量，把研究精神也运用在菜色创新上，如同这次将美国18世纪的史实趣闻摇身一变，成为桌上佳肴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